實佢睇佢哋免疫，社會生病導致學歷就貶值，佢落力嘅免疫去拖佢哋堅命。我見到佢只係為獲利嘅戰績，出到社會先識，站拋嚟拋去一直蕩緊秋千，就算夠癲，都冇本地人優先。經濟逐漸走向作假自爆，想超去寫個安德路，想贏唯有搏一鋪，反正冇咩會得到，做咩都係呢個時光。I don't know what to do， 千瘡百孔嘅環境係覆水難收，被辜負嘅希望火災過後誰贖罪挽救？用替罪羔羊欺騙住大眾嚟到照顧驚慌，願讓我擺脫那小富即安，現實佢已經係一味污。睇得個問題，但答案好似海龜湯。係咁嘅啦，後生仔活在迷惘。係咁嘅啦，冇人會主動攞嚟講。係咁嘅啦，係咁嘅啦。睇得個問題，但答案好似海龜湯。係咁嘅啦，後生仔活在迷惘。係咁嘅啦，本土文化一